空军称，27架中共军机周日白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是10月初以来最多的一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作战巡逻机，并发出无线电警告，同时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以驱散入侵战机。世界大国和伊朗今天齐聚维也纳，试图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但由于德黑兰坚持其强硬立场，而且西方大国越来越感到沮丧，会谈取得突破的希望似乎渺茫。外交官们表示，恢复该协议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推出了该协议，这激怒了伊朗，也让其他参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感到沮丧。据报道，在从南非飞往荷兰的乘客中有13人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变种毒株。丹麦血清研究所宣布，在从南非出发的乘客中有2人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投票已经结束。据报道，选民将来自21个政党的1015名候选人和287名独立候选人中选出90名议员。加帕罗夫总统在投票结束时发表声明，他将11月28日描述为大选的历史性日子。他说：“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选举一次诚实和公平的选举。”英国政府暗示将对2022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据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11月25日消息称，英国下议院领袖里斯莫格25日证实，没有预定英国政府部长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门票。据福布斯报道，由于当前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数量正在增加，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立陶宛。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访问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总理呼吁欧盟和北约密切关注白俄罗斯的非法移民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行动。经济合作组织第15次峰会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拉开序幕。据报道，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首脑出席会议，并讨论采取措施发展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文化合作。该组织最初由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创立。1992年，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克曼斯坦加入。该组织成员国人口约4亿，陆地总面积700万平方公里。